今日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合作，有伫纽约抓到一个23岁的台湾人，伊是伫网络顶悬创一个毒品的交易平台，全世界全球交易金额已经有美金1亿。外交部即摆嘛确认讲，这个查甫人就是国合会外交替代役，伊派驻伫圣露西亚，伫纽约转机的时互抓到。小米顶悬清楚表示，每一个毒品的种类甲卖价，这是暗网匿名市场交易平台，透过加密网站登入，有上千上万的买主甲卖主，有冰冻、海涛丸、K 他命、海洛因、芬太尼拢有。透过包装做出红签寄送，美国司法部甲联邦调查局联合，伫纽约抓到暗网的负责人，竟然是台湾来刚23岁姓林的查甫人。林姓国人是在112年以资讯专长申请国合会外交替代役。经审查合格后，于同年11月3号派至圣露西亚，依相关规定请假，并经外交部核准，于5月18号离开圣露西亚，预计经纽约转往新加坡。于5月19号在纽约被警方逮捕。外交部嘛确认身份姓林的嫌犯是国合会外交替代役，替役前请假要飞去纽约转新加坡，伫转机时阵互人抓到。目前驻美代表处甲美方司法单位保持联络。美国司法部表示，这个毒品交易平台比较电商网站，买主登入找找想要爱的物件，也就是海洛因、可卡因、摇头丸这些毒品。美方爱支付入场费，缴交毒品售价5%互平台做员工薪水甲电脑费用，佮透过加密货币打造交易系统。如果是网络上被抓到，那通常就是美国它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全球网络的一些监控能力，他们就有能力去找到，就是说在暗网上面到底是谁来做这样子的事情。姓林的嫌犯打造毒品交易平台，美方查出2020年10月开始运作，较无4年，全球的用户交易金额达到1亿美金，平台赚几600万美金的利润。专家分析，姓林的嫌犯利用真济因网络增加诈欺的难度，即摆互人逮捕。律师表示，因为牵涉到持续性犯罪组织，恐惊面临无期徒刑。治理黑道到老大的这个组织犯罪的这个罪名。这个部分呢，如果被定罪的话呢，最低是终身的监禁。那当然，问题就是说要看什么样的毒品。如果是芬太尼的话，会比较麻烦，因为芬太尼现在是美国最主要的毒品。美国最近因为中国大量出口芬太尼，相关美中金融关系，姓林的嫌犯暗网平台有芬太尼交易记录。学者分析，美方会追查是不是跟中国有关系，台湾配合调查，未影响台美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